大家好，歡迎嚟到英國 Leo Sir 嘅頻道。今日我哋要討論一個近期引起廣泛關注嘅新聞嘅。如果你有留意英國教育新聞嘅話，你都知㗎啦，就係一啲英國嘅家長成功喺英國嘅高等法院爭取到工黨私立學校學費增值稅 VAT 政策嘅快速上訴權。咁呢一場咧係一場教育界好重大嘅法律挑戰嚟嘅，因為關係到無數家庭嘅學生同埋未來㗎。因為好多家長喺1月份開始已經開始要俾有 VAT 增值稅加咗嘅學費啦。咁但係未來會唔會有機會可以扭轉呢？首先，我哋回顧一下呢個事件嘅背景嘅。喺今年嘅1月1號，英國政府就開始對私立學校嘅學費徵收咗20% 嘅增值稅，對好多家庭都造成一個好沉重經濟嘅負擔嘅。不過有6個受到影響嘅家長咧，喺私立學校理事會（英文叫 Independent Schools Council） 嘅支持之下，喺法律上挑戰呢一個政策嘅，而且由一個著名嘅大律師David Pannick KC 擔任呢個代表嘅律師嘅。咁呢場官司嘅核心問題就係對於私立學校學費徵稅究竟係咪侵犯咗人權呢？關於法庭裁決方面，其實好幸運，家長們喺第一個階段咧就取得咗勝利嘅，因為高等法院裁定咗呢一個案件將會被快速處理。咁即係話咧，家長們上訴會跳過咗初步嘅審核階段，直接進入咗一個實質嘅審理。咁樣嘅好處就係佢會節省咗時間，而且令到案件有望喺復活節之前已經完成咗一個首輪嘅聆訊啦。咁 ISC 嘅首席執行官 Julie Robinson 表示，呢個係一個前所未有嘅教育稅，咁應該檢視一下佢係咪符合一個人權法嘅。咁對抗政策方面有咩理由呢？咁家長們嘅理由係乜嘢？人權爭議第一點 Human rights， 因為 David Pannick KC 認為增值稅嘅政策可能違反咗家長選擇子女教育方面嘅權利嘅。第二方面就係經濟壓力啦，因為好多家長都擔心呢一筆額外嘅費用可能會迫使佢哋將小朋友轉去公立學校，從而會進一步增加公立學校嘅負擔。咁政府嗰方面又有咩反應呢？英國財政大臣 Rachel Reeves 表示，政府其實係堅持呢個政策嘅正當性㗎，但係喺聆訊入邊咧，政府就會要求更加多嘅時間去準備證據，而呢個請求係俾法官駁回嘅。咁我個人覺得呢個要求俾法官駁回都係正常㗎。咁其實顯示咗法院對呢一間案件嘅迫切性咧係表示認同嘅，而且希望盡快解決呢個爭端。咁接下嚟會發生啲咩事呢？雖然仲未公布首場聆訊嘅具體日期，但係預計會喺復活節假期之前進行㗎。咁同時呢一單案件同另一單案件 Education Not Discrimination 發起嘅相關訴訟合併一齊處理，咁樣做就會進一步提升咗呢間案件嘅重要性同埋影響力啦。咁總結嚟講咧，呢一單案件就唔係淨關乎私立學校嘅家長嘅，其實亦都引發咗教育公平同埋政策制定嘅廣泛討論。咁你認為對於私立學校學費方面徵稅係咪其實合理呢？對於呢一場官司嘅結果，你又有啲咩睇法呢？歡迎你喺下邊留言分享一下你嘅睇法。如果你中意今日嘅內容嘅話，俾個讚我，分享俾你嘅朋友，最好撳一撳鐘仔，咁我哋下次有新片可以隨時通知你。咁我哋下次再講英國教育嘅其他主題。我係英國 Leo Sir，拜拜。